来，咱来先开，咱来三合来读啊。南国书第2章，咱要对第13节看到26节。我的兄弟啊，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却无有行为，有啥物益处呢？这信有法通救伊吗？若是兄弟还是姊妹，赤身裸体，搁缺了日用的啉食，恁中间有人对因讲，平平安安的去吧，愿恁清日烧食日饱，却无予因身躯所需用的，这有啥物益处呢？安尼信心若无有行为，就是死的。的确有人讲，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无有行为的信心指予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予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无错，魔鬼也信，而且是真经。有仆的人啊，你愿意知影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阮的祖宗阿伯利罕将伊的囝以撒献伫坛顶，咸毋是因为称义，因为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甲伊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顶所讲的，阿伯利罕信上帝，这就算做伊的义。伊也不得称做上帝的朋友。安尼看来，人称义是因为行为，毋是单单因着信。基督拉合接待使者，我帮因对别条路出去，也是一样，因为行为称义吗？身躯无灵魂是死的，信心无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咱顶礼拜，咱看到第2章的头半章啊，就是第1节到第13节啊，讲到信心，讲到咱做基督徒啊，咱就有什么啊？有行为啊，做到基督徒有行为啊。伫第1章咱就会记入袂？第1章的20几节遐又讲，伊讲咱毋通单单听道，咱就干呐？也着行道吼，毋通单单听道，也着行道。伫第2章，伊遮是讲什么啊？咱毋通单单用咱的嘴讲到咱有信，吼，毋单单讲尔，咱着借着咱的行为来行出来啊！咱着借着咱的行为行出来啊！伫第14节一开始的时阵啊，一段会开始，伊讲我兄弟啊。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却无有行为，有啥物益处呢？这个信心有法通救伊吗？其实这段啊，伊的主题啊，主要就是讲到，若无有行为的信心是啥物啊？是死的啊！若无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伊伫第2章啊，伊遐又讲啊伫。第10几节啊，第17节，伊讲安尼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然后到26节落尾节的时阵，伊也是讲身躯无灵魂是死的，信心无行为也是死的啊。所以咱看到伊规段吼，这个下半章，伊主要是讲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啊，敢若伊讲无，什么是叫做死的信心呢？啊，什么是叫做死的信心？啊，其实死的信心伫第14节，雅各有互咱一个 definition 啊，有甲咱互咱一个定义啊，什么叫做死的呢？伊就是讲，人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却无行为，有什么益处？所以原来信心是死的，伊的意思呢？就是无有益处的信心，伊是无有实际，无法通来满足人的需要啊，无法通满足人的需要。咱逐摆也捌听到啊，讲啊，这个教会啊，是死的教会啊 ，This is a dead church 啊，是死的教会。什么叫做死的教会啊？
说到尾就是伊无生命啊，还是讲伊无活泼，伊无活泼的信心嘛，伊无活泼的信仰，然后伊个呢无有益处啊，无有益处。所以雅各伫遮伊主要是咧讲两款的信心嘛，一个信心是活泼的信心，一个信心是叫做死的信心，也是无益处的信心。但是无益处的信心嘛，是讲什么呀？主要也是讲说这个信心嘛，伊是软弱的呀，伊无成，伊无叫做什么呀？无长进啊，伊无成熟，伊无成熟。所以一段内面啊，有法通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啊，就是这个信心嘛，有两款啊，一个是成熟的信心，一个是无成熟的信心。当然，无成熟的信心也衰的时阵啊，伊无什么功效，伊无什么益处啊。所以雅各就讲啊，咱的信心其实要继续无停的干啊，会增长啊，继续无停的增长啊。所以咱来看伊第14节，伊讲一句话啊，伊讲无人若讲家己有信心，却无有行为啊，有什么益处？然后伊讲什么？这个信心有法通救伊吗？这个信心有法通救伊吗？到底伊咧讲这个信心有法通救伊，是救按多少来救伊啊？是毋是讲到伊无得救？是毋是讲到无得救？遮有两款的讲法有两款的讲法。头一款的讲法是讲是讲到救恩的问题啊，是讲到救恩的问题。所以那迄款伊讲那有无行为的信心嘛？其实伊个毋是称作信心嘛，毋是称作信心。所以伊一款的信心嘛，袂救人。意思是人无法通因着安尼来得救无法通因着安尼来得救。其实咱若好好想起来信心这项代志毋是孤单基督徒才专有的利益，全有的讲别人袂做你讲到信心其实信心这项代志逐个人拢有，你相信无？逐个人拢有信心信主的人有信心，因为咱的信心的对象是伫上帝遐。无信主的人，因嘛是有信心，因嘛是咧实行因的信心，但是因的对象毋是上帝。所以咱会看到讲信心主要毋是信心本身，乃是信心的对象，这个是较重要。我互你一个譬如咱逐日世界每一个人拢咧实行伊的信心，咧用伊的信心无论咱所穿的衫，咱会食，咱会徛，咱会行，咱拢总咧用信心。食来说，你就有信心讲说，你去菜市买的这项物件是好的，无毒药。你煮的时阵你煮了，若要食的时阵，做中夫落行，你就有信心讲，伊的老母、伊的太太煮的做物件，才是会食得的，毋是食了腹肚会疼的。所以有信心。你出去咧行路的时阵你讲我咧行路我有信心讲我按遮要行到暗面的美丽头，行到面的美丽尾我会行到王边我有迄款的信心。我搭车的时阵我就信心讲，我坐一顶车会到我去的所在。其实每一个人每日拢有信心。当然，这款的信心甲咱的信仰救恩的信心完全无相同无相同。救恩的信仰是讲，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咱相信上帝所予咱的启示，所以因为安尼，咱有法通得救。这个是叫做什么？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所以你若无一款的信心，当然你袂得救所以雅各伫遮看咱村，伊咧甲人讲的是讲，这个人讲有信心其实伊无信心啦。伊若有信心伊就会得救啦。伊若无信心伊就无法通借着伊的行为，将伊的信心表明出来。所以伊若无一款的信心伊袂
得救啊，伊袂得救啊。其实这个拜日啊，我有讲到有提到这方面啊，就是讲唔是每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无论我受洗咯，伫教会内面热心啊，我拢得救。就看你内面有生命啊无，你有信耶稣啊无？你个头一步啊，起初迄个步讲要信耶稣啊，如果你无安尼做啊，无论你的生活怎啊，无论你有真多的表现啊，无论你去传福音啊，无论你为主做偌济工作啊，拢归伫空空。所以雅各伫遮所咧讲的啊，看咱村啊，看咱村有咧讲到。伊即款的信心啊，其实是伊无即款的信心啦，所以伊无表现出来啦。啊，这个是一款的讲法啦。但是另外一款的讲法是讲，其实雅各啊，伊咧讲的时阵啊，即个人啊，伊有信主啊。因为咱若记得啦，雅各书啊，伊是写互信主的人，伊是写互信主的人啊。所以伊讲到你的信，这个信咁有法通救伊吗？啊，这个救啊，并唔是救恩的救啊，这个是第二款的讲法啊。讲这个救恩啊，唔是讲到救恩的救啊，因为伫罗马书第10章啊，咱来看罗马书啊，第10章第9节啊，第9节，伊讲你若嘴内面认耶稣做主，心内面。信上帝叫伊对死来个活，就干啊，的确得救。因为人心内面相信，就通称义；嘴内面承认，就通得救。所以圣经甲咱讲啊，当咱心内面相信，嘴内面承认，咱就得救咯。当咱相信的时阵啊，当咱相信，咱就得救。所以伫圣经内面啊。并无甲咱讲，咱也相信啊，但是咱这个相信无够热，就袂得到啊。但是，所以这个相信是讲，咱也信耶稣啊，咱才是得到的。信耶稣才是得到，才是称义啊。但是无有表现的信啊，有向的真实的信，但是无表现出来无行为会表现出来无？当然是有啊。真有可能，这个两个可能性，头一个就是昨晚咱所讲的，伊无啥是相信，所以伊若无啥是相信，咱袂做咧讲伊有信心，但是无行为，因为伊无啥是相信。第二款是讲伊有相信，但是伊的相信真幼稚啊，伊的相信干呐真无法通增长，所以既然无法通增长呢，伊无真做，伊无表现出来。这个譬如怎啊来讲呢？亲像咱厝内，咱有孙啊，咱有囡仔孙啊，咱的囡仔细汉的时阵啊，当伊 baby 也是几个月内面，咱有法通对伊的生活来，伊有啥物表现无？伊有法通做啥物好的物件出来无？咱袂看到啊，干呐？袂看到，并毋是讲伊无安尼啊，乃是讲因为伊也细汉啊，伊逐项袂晓啊，伊拢总是啥物啊？为着伊家己来想，所以我常常讲啊，这个 baby 啊，3更半暝伊若枵的时阵啊，伊也无管你爸母咧困啊，伊也无管你厝边头尾有人啊无啊，伊就是哭啊，伊哭啊真大声，伊无管你，干啊？伊拢总看到伊家己的需要，我欠应，我毋但欠应啊，我即阵就要伫落，你即阵就互我，伊是啥物啊？伊有生命，但是伊无忠心。但是当一个囡仔慢慢大汉的时阵，3岁4岁，有时阵伊枵人，伊会哭，但是爸母甲伊讲：哦，你等者，你等者，伊晓听袂？伊晓听，伊就等咯。所以咱讲说，哦，伊干呐开始大汉。当伊开始到10几岁的时阵，甚至到16、17岁、17、18岁的时阵，咱看到伊中大的时阵，伊的行为就无啥啥，伊有法通为着厝内的代志来做厝内的代志，伊有法通为着爸母来着想，无我再完全拢总看伊家己。所以咱讲啥物？伊是有成熟的基督徒。所以这个人信心的时阵，伊开始信主，伊是一个 baby。伊 baby 的时阵，兼且有真多这个叫做
行事为人，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伊行袂入出来。所以人看的时阵，敢若阵看无伊有啥物的行为，但是伊有信心，伊有缘得救，但是伊干呐，伊也有伫，所以伊的信心就中断。所以这是第二款的讲法。既然啊，第二款的讲法呢，伊讲得救呢，并唔是讲灵魂得救这项代志啊，唔是灵魂得救这项代志。所以其实得救伫圣经内面有讲真多关于讲到得救的时阵啊，唔是逐摆拢啥物啊，拢讲到救恩咱无偌久咱若到第5章的时阵啊，到雅各书第5章，你会看到伊讲到一个人叛变的时阵啊，你就叫教会长老来为伊啥物啊？为伊抹油，为伊祈祷然后伊就会干伊就有法当得救伊就有法当得救伫第15节你若圣经的咱来掀开你掀开雅各书第5章第15节雅各书第5章第15节咱按14节开始伊讲恁中间有叛变的呢，伊就应该来请教会的长老来，因通奉着主的名用油来抹伊，推伊基督，对无？刷落去讲啥物？出于信心的基督要干呐？要救迄个人出于信心的基督要救迄个人。请问讲，当圣经讲要救迄个人，是救迄个人的灵魂无？还是救迄个人的叛变咱若看伊上下文这个毋是甲咱所讲灵魂得救有关系这个是讲到什么叛变所以意思是什么对病痛中间得到救病痛中间得到救。所以伫雅各书内面有5摆出现关于得救但是毋是逐摆拢关于什么救恩的伫第14章咱即阵所看真大可能毋是讲到救恩那毋是讲到救恩，伊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对审判得到救对审判得到救。这是伫第2章的第13节。咱今仔是对第14节看起请你看头前的一节顶面的一节第13节第13节讲什么？因为迄个无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来夸胜伊讲迄个当咱袂晓怜悯人的时阵咱属伫主的时阵伫第2章头前甲人讲什么？咱毋通按照外貌款待人，咱着干听别人亲像家己在对象拢总是基督徒所以伊就讲到第13节就讲，因为咱若无怜悯人的时阵咱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什么是审判？这个无怜悯的审判，并唔是讲你就袂得救，并唔是讲你是袂得救，因为圣经内面有讲到2个审判，将来有2个真大的审判。头一个审判是互世间所有的人这个是咱叫做什么？白色的大宝座咱来看启示录启示录，咱顶礼拜应该有看到了，但是咱搁来看一摆。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讲伊讲我搁看起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甲坐伫顶面的，对伊面前天地拢倒闭了，搁再无看到了。我搁看起死了的人，无论大小，拢要徛伫宝座前然后有一个什么安管要点开然后另外有一管也要点开就是生命册。所以原来将来大小徛伫白色的大宝座的时阵有2管会点开有一管是叫做生命册生命册伊讲15节若有人的名字无伫生命册顶，伊就违忝伫黑黑内面所以生命册顶就是你的名若伫遐，意思你有信主你就无需要受这个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另外一个啊，就是什么啊？另外一个案卷啊，就是什么啊？死的人啊，拢要凭着一拽案卷所记载的，照着因所行的受审判。要照着因所行，所以照着你看，照着拢要照着逐人所行的受审判。原来将来啊，上帝要干哪？上帝要照着人所行的受审判。但是基督徒啊，咱的名若是活命册顶啊，就无需要受这个什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咱的审判是什么呢？啊，是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0节啊。叫做基督的大情啊，基督的大情啊。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啊，圣经安尼讲啊，因为咱众人立刻伫基督大情显露出来啊。咱众人当然就是信徒，咱要伫基督大情显露出来，叫逐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好或歹受报。或好或歹受报，所以才讲到原来基督徒啊，将来咱会受审判。但是这个审判的意思啊，国家咱若国家正确的方法讲法啊，是讲咱会受颁奖啦，要照着咱所行所做的，上帝要赏赐予咱啊，赏赐予咱。所以伫第13节啊，昨晚咱看的第13节讲什么？讲到讲。会受无怜悯的审判，这是基督徒咯。但是你不要审判，你不要怜悯人的时阵啊，上帝啊，主耶稣基督要甲你算数啊。但是这个甲救恩无相同，有缘是得救啊，有缘是得救啊。那有咱个看，咱看咱的圣经啊，第3章啊，咱昨晚咱是看到第2章的第6节啊、16节啊，咱来看第3章的第1节啊，第3章的第1节啊。第3章的第1节讲啊，伊讲我的兄弟啊，唔通做人做先生啊，唔通做人做先生，因为晓得咱要受更较重的审判啊，叫咱唔，所以无鼓励人做先生啊。啊，伫咱中间有真做先生啊，是无？啊，你有做先生无？有啊，有假册做先生啊。但是伊遮的先生，当然伊讲的先生啊。唔是做咧假册的先生啊，因为当初时啊，伫教会内面啊，做先生啊的地位是真高啊，真侪人真爱做先生，还是真侪人爱做先生，因为先生啊，伫圣经内面啊，是重要的啊。咱若看啊，以弗所书第2章啊，以弗所书第2章的时阵啊，伊讲什么？圣经内面啊，上帝啊，伊有赐恩赐互教会啊，有使徒，然后呢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什么教师，所以有先生啊，所以先生真重也是重要，所以真侪人爱做先生啦，爱做先生。但是外国讲啊，伊讲咱唔通羡慕啊，唔通真侪人做先生，因为干呐晓得咱要受较重的审判，较重的审判。所以原来你做先生，将来伫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会要受审判。那这个审判是毋是看伊有得救无得救啊？毋是啊，这个审判是什么？叫做英文叫做 accountability 啦。看咱有什么忠心伫主所交托的啦。所以你若看第3章第1节啊，伊讲因为晓得。伊用的代名词是什么？因为晓得咱要受较重的审判。请问雅各有参伫内面无？伊讲这个审判的时阵，雅各参伫内面无？有。伊讲因为咱要受较重，连伊参伫内面。意思，所以咱看到这个审判，毋是要审判伊得救还是无，乃是审判讲有忠心伫主所交托的代志也无。所以第7章第14节到26节啊，伊顶面13节讲到这个审判的时阵啊，毋是讲到救恩的审判。然后第3节第3章头1节啊，毋是讲到，也是毋是讲到救恩的审判。所以伫第14节到26节啊，
真大可能啊，毋是讲啊到得救的代志啊，乃是讲什么啊？乃是讲咱若有信心，咱无去甲伊做啊，咱原在停留伫一个真肤浅的信心无半的行为啊，一日咱要受耶稣基督的审判，咱就伫主的面头前干啊，咱就高效，啊！这个是伊主要所讲的啊。然后第15节到17节啊，对不住啊，一段我有用较长的时间来讲来讲啊。第15节到17节啊，伊就是用实际的例来讲啊。什么叫做有行为、有行动的信心嘛？就是讲咱所讲的甲咱所做的就干啊一致啊。咱所讲的甲所做的就一致。15节讲什么？若是兄弟还是姊妹，赤身裸体，各缺了日用的啉食有需要。恁中间有人就对因讲，干啦，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烧，食得饱，却无互因身躯所使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讲，这亲像你看到有一个人，伊有这个是什么啊？这是兄弟还是姊妹啊？你记得啦，这不是外面的人啊，不是去食，乃是什么啊？不是外面的人啊，是教会的人啊，是兄弟甲姊妹。伫雅各书内面啊，常常讲什么？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兄弟，唔捌讲姊妹啊，只若有伫遮讲啊到兄弟也是姊妹啊。头一摆有讲啊到姊妹，意思是咱家己的人。伊无通食的时阵，伊阁无伊的衫真薄啊，穿啊无够小女啊。伊有意思什么？伊有需要，你看到伊有需要，你知影伊有需要，你却该讲什么？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上帝干啊祝福互你。伊讲你这个无实际，你唔能讲你是基督徒，你唔能讲上帝祝福互你，你就干啊？你就真做上帝手中的器皿，将伊的需要按遐来分送互伊。所以讲，这款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啊？你有法通做啥？其实伫圣经内面啊，约翰伊也是安尼讲啊。咱来看约翰一书啊，第3章，约翰一书第3章第17节，伊讲凡有世长在面的，看起兄弟强发，却干啊？塞主该脱掉伊怜悯的心，听上帝的心，要怎样伫伊内面呢？所以囝，咱三听唔通只伫言语甲指头前面，总要伫什么行为甲诚实顶面所以伊遮是讲啊，你看到人有需要然后你有什么世长，你有世长在面的，意思你有可能帮助别人的，但是你无安尼去做。你要怎样讲？你听上帝，你听上帝的心到底是何啦？所以到雅各讲的，雅各书讲的大同小异，意思是什么？你的心是负价所以咱应该嘴讲的甲咱的行为在是着一致在是着一致然后伫第18节、19节的时阵，伊讲说，所以并唔是讲信心无路用。雅各伫遮并唔是讲信心无路用伊惊有人误解讲所以既然那安尼的时阵，咱唔通讲你有信心，我有信心咱就讲你有行为还是我有行为。但是雅各讲唔是因为第18、19节伊讲信心甲行为两项着平盘会重要两项着平平会重要。请咱来看18节到19节伊讲也较有人会讲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无行为的信心指互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互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无毋对，魔鬼也是相信，但是伊是惊吓这雅各继续讲伊讲行为重要但是信心毋是无路用信心毋是无路用信心甲行为着并行你两个着同时行着同时行是什么？信心是着透过咱的行为来表现出来。
信心就透过咱的行为表现出来。咱知信心是看袂见啊，信心甲疼心上啊看袂见。你讲你有疼，你怎啊疼？你讲疼，你疼你的丈夫，疼你的太太，疼你的囝儿，你当你讲有疼的时阵，迄个疼也袂看到，疼是偌大偌重，什么色，无人袂看到。你要怎知影有疼？就看伊的行为啊，借着行为，你的疼就表现出来啊，借着行为，疼就表现出来。有人捌安尼讲一句话真水啊，伊讲啊，英文讲咩啊？伊讲 You can give without loving, but you cannot love without giving。伊讲啊，你有法通啊，有人讲疼是啥物？疼是你若有互人的时阵，你有帮助人，你有行为的时阵，迄个是疼。但是伊讲啥物啊？迄个人一个人讲啊，伊讲你有法通做真侪代志啊，但是无疼，会做得袂？会啊，你有法通用钱送人，买礼物，甲人做代志，你有法通做遐做代志，但是无一定你心内面有疼。你若无疼，你嘛有法通做，敢是？但是当你疼一个人啊，你袂做你讲我疼伊，但是我无要做半项，我无要互伊半项，根本是无可能啊！你若疼，在是有行动的，但是你若有行动啊，无拄拄你有疼，信心相款啊！你若有信心啊，你在是就有行动的，但是你若有行动啊，无拄拄啊，你有对上帝迄款的信心啊，款的信心啊，所以伊就讲信心啊，甲行为啊是平等的，信心是重要啊，因为伫圣经内面啊，有讲希伯来书讲啥，人若无信，就袂会得上帝的喜悦，所以咱就信啊。但是伊即款的信啊，是啥物款的信啊？毋是孤单知影的信啊，毋是款无行为的信啊。所以伊互咱一个例是啥啊的信啊？魔鬼的信啊。请问魔鬼有信上帝无？魔鬼有信无？啊，咱若看圣经有啊，啊，圣经怎样讲啊？伊讲第19节，伊讲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无错，对啊。魔鬼也干啊，也信。但是魔鬼信的时阵，伊有得救无？无啊，因为伊这款信啊，毋是带来信心会得救啊，毋是会互人得救的信。伊知影定定，但是甲伊的生活无关系。所以咱的信心应该要深入到咱的生活内面，然后按遐行出来，所以伫29、26节啊，其实29、25节雅各啊，为着要来讲明这项代志啊，讲信心甲行为啊平衡啊，然后行为啊是来表现信心的一个途径啊。行为来表现你有信心啊无？伊就用两个例来讲啊，这个是旧约的两个例啊。头一个例是关于啥？是啥啊？是亚伯拉罕啊，29、24节啊，咱来看29、24节啊。伊讲富婆的人啊，你愿意知影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嘛？就是无路用。咱的祖宗亚伯拉罕将伊的囝以撒献伫坛顶。咸毋是因为行为称义嘛？可见信心是甲伊的行为干平行并行，所以两项其实重要，毋是孤单有信心无行为，乃是两个并盘重要。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典所讲，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这就算做伊的义，伊搁得称做上帝的朋友。安尼看来，人称义是因为什么行为？毋是单单因着信。所以雅各毋是讲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毋是因着信，毋是安尼啊。因为安尼讲的时阵，甲圣经完全有冲突啊。但是伊讲什么？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毋是单单啊，因为需要信心。伊讲到亚伯拉罕啊，
阿伯约翰伊信上帝啊，伊怎啊将伊的信表明出来？伊显伊甲以撒，伊显伊甲以撒，因为当上帝跟以撒跟阿伯约翰讲，将你的家，你独生的家，你所听的以撒显给我。如果阿伯约翰无信的时阵，伊就是袂去做；如果伊有信，伊袂做你只有讲信，但是我无要将我的家托你，迄个毋是真正的信，因为真正的信，你一定要行出来。亲像这个老爸甲一个家，迄个老爸甲迄个家讲：“你跳落来哦！”伊伫一个较关的所在，你跳落来哦，我接你。迄个家看看咧，迄个是伊的老爸。既然是老爸，又相信老爸的话无？有，伊若相信，伊就干哪跳落来。伊讲我相信你所讲的，但是我无要跳落来，因为我若跳落来，万一你袂接我的。所以伊若安尼讲的时阵，伊的信心伫倒啦啊！但是你若有信心，你就安尼去做。所以就讲到阿伯约翰啊，上帝甲伊讲，你将你独生的囝，你做地听以撒圣书啊，互我，伊就安尼去做。伊的行为表现了伊的信心，伊的行为表现了伊的信心。OK， 我先个问你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咱甲做去有囡仔，如果咱将咱的囡仔奉献给上帝，是不是咱有信心啊？当然，就是无人啊，像阿甘啊，但是咱当咱来将咱的囡仔奉献给上帝，咱是不是表明咱有信心？有一摆有一个宣教士啊，早时咯，早期，伊去印度伊遐去宣教去传道，但是印度伊真艰苦传福音就是因为真侪人要是信印度教，有一摆伊就看到一个妈妈甲因两个查某这个查某真古锥啊，一个差不多6岁啊，一个差不多4岁。迄个4岁啊，迄个煞尾伊的面有像叫什么？咱你看到有乌色的因为刚才生出来时阵叫做什么？有胎是什么？胎记有一个胎记，所以有甲夹死有因为有一个真大的乌。迄个时代真古锥，伊就看到这个宣教士看到这个妇人人将这个囡仔给带去一个所在，无偌久倒返来的时阵伊手咧手看到一个煞尾，所以这宣教士就真稀奇伊就去问伊伊讲无人昨晚你去的时阵，你敢是带2个，剩剩一个是不是迄个毋是你的查某伊讲无，这2个是我的查某你的查某你个时代伫倒啦？伊讲我将伊献互阮会好的神 ，OK， 因会好我的神，因为阮咧做田计无水咯，所以无水的时阵阮的农作物计无法通成长所以阮着来奉献，来献互阮的神然后我想想呢，我做第宝贵是我的囡仔，所以我将做第宝贵的囡仔献互我的神。伊讲你有2个囡仔，宣教士问你有2个囡仔，一个面有像的，一个是真水看来你若将时代献，你若无将这个第2伊讲因为这个第2伊生出来伊的面就是因为有一块乌所以无水所以我将第好的干献互阮的神。所以当伊安尼献的时阵这个是不是伊的迄款的信心？伊的行为是不是将伊的信心表现出来？当然，有法通讲表明伊对因的神的信心。但是基督徒咱对上帝的信心，咱要行什么才表明咱的信心是不是咱就将咱所有的财物拢奉献给主，这个才表明讲咱有信心？所以这个物件，咱的原因咱的什么？咱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咱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咱未看迄个时阵咱我看第25节
讲啊到拉合啊，拉合的代志啊，基督拉合接待使者，佮将因对别的路安遐放因行，放因出去，毋是一样因为行为称义嘛。所以讲啊到拉合啊，拉合是一位基督啊，伊是外邦人啊。但是当这位两位探子来找伊的时阵，伊知影上帝要将这个亚利哥城来授予以色列人，伊相信上帝啊，所以伊就将这两个探子干啊来坑咧啊，唔但那个坑咧，然后伊帮因行，因帮因行的时阵啊，圣经讲啥物？讲减唔是因为伊行伊的行为称义嘛，唔但伊的行为称义啊，其实唔是孤单伊的行为，因为伊有信啊，伊信了这位上帝啊，以色列的上帝，所以安尼做啊。啊，咱来看第2章啊，约书亚记第2章啊，真水的记载啊，第18节啊，伊甲这两个探子的对话啊，伊讲阮来到这个地的时阵啊，你要将一条什么朱红线啊，会束绑伫将阮对落去的什么窗啊顶面啊，并要互你的爸母兄弟甲你全家拢聚集伫家中。凡啊出了你家的门，过顶去的，伊会做定甲归到家己的头壳顶，甲阮无关系。凡伫你家内面，若有人下手害伊、留伊血的罪，就归到阮的头壳顶面。啊，伊讲啥物呢？伊意思是讲哦，因为这位基督拉合跟这两个讲，恁若来攻破亚利哥的时阵，你要救我，唔但那救我，救我什么？我的爸母、我的兄弟，甲我厝内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就讲会做嚟讲，你有两个条件。头一个条件，你就互你的什么兄弟姊妹拢总伫你的家庭中，袂做你出去，那出去也是。第二呢，你就用一条什么朱红色的线，朱红色的线绑伫这个窗啊顶面，互阮有法通看去。所以女人第21节啊，所以女人讲啊，照着你的话行吧，于是就找因去了，伊就创啥？就将朱红色的线绑伫窗啊顶面因讲是讲，当阮来的时阵啊，当阮要来拍一个对的时阵啊，你将迄条束绑咧啊，阮就安遐袂拍死遐内面的人。但是伊将迄两个探子随落去了后，伊随时啊，将迄条线就来绑咧。干呐，因为伊相信，伊相信绑一条线就有法通救伊。伊相信绑一条线，伫伊厝内的人啊袂死。那这个话是谁讲的？是探子讲的。当然就是这个也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上帝才着探子甲因讲，你伫内面就得救。相反，其实这个物件是有标了咱的救恩啊。咱的救恩讲什么？当咱有主耶稣基督的保血加含咱的时阵啊，咱就干得救。当咱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的时阵啊，咱就将咱厝内的人啊，带来到主耶稣基督内面啊，将来也要得救。所以因就开始，拉合就开始安尼做。伊所做的行为啊，上帝看重啊，上帝称伊做义，是因为伊有信，然后伊有行出来。所以昨晚我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做主的工作？什么是咱的信心就有行为？什么是行为？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像昨晚我讲说，阿伯叶汉用伊的家献上，迄个是伊信心的行为。现主时，我若将我的家献上的时阵，这个是毋是代表我对上帝有信心吗？无拄拄，看咱那无拄拄啊，因为我互你看一则的经文啊，再知影时间啊，这样咱就掠真条啊。这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第9节第8节第9，这是咱真熟的一则的经文啊，咱真爱啊。但是也上咱只有读到第9节啊，咱就念第10节读落去啊。第8节讲啥？
恁的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家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10节，咱原是伊的工作，伫基督耶稣内面做成的，为要叫咱干呐行好，为要叫咱行好，就是上帝有备叫咱行的。为着要叫咱行好，就是上帝有备叫咱行的。什么是叫咱行好？上帝拯救咱，借着咱的信，伊拯救咱。然后呢，伊要叫咱行好。这个行好是什么？上帝所有备叫咱行，这个真重要啊！上帝所有备叫咱行。所以咱看到第世上，咱有真多的好事，咱有法通行，但是无隆重的好事是上帝爱咱行的，对无？有真多好事，但是唔是隆重的好事，是上帝爱咱行的。什么是上帝爱咱行的？上帝所吩咐，上帝所爱咱行，上帝所甲咱讲的好事，咱去行，这个才是好事。当然，咱看阿伯了罕，伊显伊的囝以撒，当初时显伊呢，是当初时外邦人的一个作风，但是对上帝来讲，这个唔是上帝所要的。因将因这地好的奉献，但是这个唔是上帝所要的，所以上帝特别甲以色列人讲：，恁袂做，你将恁的囝献互我。恁袂做，你认为讲，迄个你的囝是做地好，你安尼奉献互我，你将做地好奉献互我，是代表你对我有信心？唔是，因为这个唔是我所吩咐的。意思是什么？我所吩咐恁要做的物件，迄个才是好事。所以阿伯了罕呢，是因为上帝甲讲，你将你的囝献互我。伊听阿伯了罕，伊听上帝的话，伊怎个呐？伊所做才是上帝所喜悦的。相反，伫咱现如时，有真侪物件，咱要做啥？上帝怎样感动咱？欠在做好事，无拄拄是轰轰烈烈的好事。欠在上帝感动，一定感动你，感动你讲哦，你打电话互某某一个人去关心伊，你就是顺服主的关心，你打电话去，拄拄好伊需要，伊得到，这是什么？这个是叫做上帝伫基督耶稣内所有备要叫你行的善事。但是你得到上帝的感动的时阵，你无要去行，无要去做，你行东搁行西我毋知会还是袂，你的信心就按遐无益处。其实咱毋敢去做的时阵，有时阵是咱的信心耶稣。所以雅各伫遮讲到一项。咱的信心要有行为，这个才是什么？活泼的信心，这个才是有成长有成熟的信心。咱来看第1章第4节雅各书第1章第4节，圣经讲啥？圣经讲当咱拄到试炼的时阵，你来记哩啦？第1章第4节第2节讲，我兄弟啊，恁落伫百般的试炼中，拢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出吞忍，但吞忍也着成功，互恁干呐成全完备，毫无缺乏。第昨晚咱看到圣经内面，讲到阿伯了罕的时阵，伊讲伊的信心干呐，因为伊所行的代志伊的信心就成全。伊的信心就干呐，就成熟啦。所以原来伫圣经雅各伊爱咱的信心，上帝爱咱的信心有法通成熟，所以伊遮着试炼，互咱成熟；伊遮着试探，互咱有法通赢过，有法通成熟。伊遮着什么？咱听到，伊遮着行道，咱有法通成熟。所以咱的信心必须着有什么？行为
必须要有行为。这个行为是代表是显出咱信心是已经干啦成长咯，已经成熟咯。所以伫第22节罗马节啊，伫第2章22节，信心啊，甲伊可见信心是甲伊的行为并行啊。你第罗马节是啥物？那无不住啊。伊讲身躯若无有灵魂是干啦？是死的。信心若无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咱信心有行为，证明讲咱的信心是活泼的。咱的信心是成熟的，所以愿主帮助咱，帮助你，帮助我，互咱的信心有法通成熟，有行出来，有行出来，唔是单单讲尔，乃是行为出来。愿主帮助你，帮助我，伫这个信心的道路顶面，咱就直干啊，直做主爱咱做。安尼咱就愈来愈重进啊！这是圣经哈，咱今仔所看关于雅各书，雅各书第2章的落尾段。下礼拜请咱有法通来先读读雅各书第3章第1节到18节第1节到18节唔是真长啊，所以咱来读，因为咱下礼拜会看到。第3章，第3章是讲到什么？讲到咱的嘴讲到咱的喙舌所以咱今仔日所讲的这物件，唔知咱有爱问什么问题无？要问的时阵请你家己按你的什么？这个 microphone 有这个 microphone， 你该点者点了的时阵，你讲话咱有法通听到咯，就有法通听到。牧师，